今日呢條片想同大家分享下，我喺復活節假期揸住2021年 Tesla Model 3 Long Range 由香港出發，經港珠澳上惠州。我冇買轉插，我係點樣可以令到自己順順利利有足夠嘅電量到達惠州呢？大家繼續睇落去啦。其實搞咗港車北上以嚟，一直都唔敢揸太遠，因為冇買轉插，最遠都係試過去到珠海金灣。所以當決定呢一次要上惠州呢，我事前都做咗好多功課。首先當然係要喺高德地圖揾咗條路線先啦。其實我揾過，如果夠100% 電呢，由香港出發應該係可以啱啱好夠電去到惠州嘅。不過我知道我嗰日朝早有嘢做，所以一定冇100% 出發到，所以決定呢就去珠海環宇城 Tesla 充電站補電。由珠海環宇城出發去惠州呢，有幾條路線可以選擇嘅。我最後揀咗行呢個廣澳高速過去，因為上網睇過啲新聞，亦都用順義充揾過。廣澳高速沿線呢，附近都會有啲歐標充電站，如果有咩突發事故需要充電呢，都可以唔使擔心咁多。當我揸到過去港珠澳香港口岸嘅時候呢，架車已經得返66% 電啦。沿住港珠澳大橋行咗大約1個鐘頭左右，就去到珠海嘅環宇城。去到環宇城嘅時候，電量得返54%，咁就梗係即刻幫架車充電啦，順便自己都上去商場上面食個麵。最後用咗半個鐘頭，將架車嘅電量由54%差到上93%，終於可以安心向住惠州出發啦。之後大約3點半左右喺珠海環宇城開車，沿途經過虎門大橋同埋4個服務站。原本都有諗住入去每個服務站睇下。不過導航話要2個幾鐘先過到惠州，所以想把握時間早啲過到去，最後淨係去咗大靈山服務站。始終第一次喺內地揸長途車行高速公路，開頭都會比較緊張，所以都用咗大概個半鐘頭時間先去到大靈山服務區。落車去個洗手間拉下筋，之後就上返車繼續行程，向住惠州進發啦。由大靈山服務區出發，大概用咗1個鐘頭15分鐘左右就到達咗惠州朋友嘅地方啦。去到嘅時候呢，架車嘅電量得返大概46%。不過朋友嘅地方呢，就有歐標插頭可以俾我充電，所以呢個都係一個好大嘅原因，令到我夠膽喺冇買轉插嘅情況底下揸咁遠上到嚟惠州。如果有港車北上嘅你，都有興趣試下揸長途車去更加遠嘅地方，可以參考下我嘅經歷，祝你旅途愉快順利。下一集會同大家分享下朋友帶我去惠州揸4驅車越野嘅畫面。大家記得 like、comment、subscribe。我哋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